Hello，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lk 4月份天秤座嘅感情占卜。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天秤座4月份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咁我見到有啲天秤座最近可能係會被捲入一段權力唔太對等嘅關係入面啊。咁呢個人你有機會喺工作環境、學校或者係一啲你參與嘅活動或者團體入面認識嘅。咁我會覺得對方同你嘅背景、性格甚至年紀上係有一段嘅差距。咁對方亦都可能會係一個閱歷比你多、感情經驗比較豐富嘅人。咁所以佢係比較識得去到拿捏呢一段關係，甚至上係由佢去到主導呢一段關係嘅發展嘅。咁喺4月，我會見到你哋係多啲機會單獨相處嘅，例如係食下飯啊、見面咁樣。咁而你亦都好容易會因為對方嘅見識、地位或者佢本身嘅氣場俾佢吸引到。咁但係同時，我會見到你內心係有少少猶豫，你好似直覺咧感覺到呢段關係係有啲嘅風險，但係另一方面你又會俾對方吸引住，令到你好想再行前一步啊！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會見到呢一段關係係有啲好唔穩定嘅能量，可能係對方一方面令到你好着迷，但係同時又冇一個實質嘅行動去到推進呢一段關係。咁我會覺得佢可能係處理緊其他嘅可能性，例如係有其他發展緊嘅對象。咁所以慢慢咧，你係會發現自己係陷入咗呢一個拉扯入面。一方面又好難抽離，但係另一方面咧又得唔到一個好清晰嘅答案啊。咁另外有部分嘅天秤座，我會見到你本身已經有個發展緊嘅對象，甚至係拍緊拖。咁你嘅對象可能會係一個比較成熟、務實，亦都係相對穩定嘅人。咁但係同佢相處就係有啲平淡，佢未必帶到俾你好強烈嘅情緒波動。咁所以你有時候係會覺得佢有啲悶嘅。咁但係今個月咧，我會見到有另一個人出現，咁佢係一個比較主動、直接，同埋你覺得佢係一個好有目標嘅人。咁佢突然出現咧，係會打亂咗一啲你嘅情感，你會對佢有啲嘅興趣，甚至有心動嘅感覺。咁但係咧，當你開始有啲動搖嘅時候，要留意啦。一方面就係一個好穩定，但係冇咁刺激嘅選擇；而另一方面咧，就係一個好有新鮮感、有吸引力，但係未必可以穩定嘅對象啦。咁所以我會覺得要留意嘅就係新出現嘅人，佢嘅熱情有可能嚟得快去得快，佢亦都未必有心係有長遠嘅發展嘅。咁所以唔好單純一時嘅感覺而做任何嘅決定，係要睇清楚對方嘅行動同埋佢係持唔持續到啊。咁天秤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我哋下個月再見啦，拜拜。